台南一中孕育了许多杰出校友，在各领域都有亮眼的表现。以下是一些知名校友的介绍：文学家陈正雄，台湾著名小说家，作品多以乡土文学为主，曾获多项文学奖项。桌球选手江宏杰，前桌球国手，曾代表台湾参加多项国际赛事，并与日本桌球选手福原爱结婚，备受瞩目。学者张俊彦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授，学术成就斐然。除了上述3位，台南一中还有许多在各领域有杰出表现的校友，例如政治人物，多位曾任立委、县市议员等职务；企业家，创立多家知名企业，在商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；学者专家，在各学术领域有深入研究，贡献卓著；艺术家，在音乐、美术等领域有杰出才华。想了解更多台南一中的杰出校友，可以参考以下管道：台南一中校友会网站，连结到 alumni-rockantifests.org.tw。维基百科，搜索国立台南第一高级中学校友。如果您对特定领域或校友有兴趣，欢迎提出，我可以提供更详细的资讯。想看更多图片吗？只要告诉我你想看哪位校友的图片，我都可以尽量为您搜寻。请注意，由于网络资讯众多，有些校友的资料可能较为有限。